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莎的台语教室，我是丽莎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是一寡声音的词。娃娃 TV。头一个是这个号做喵，这是大人咧甲红孩仔耍米小吹的时阵会发出的一种声音。喵。好，后一个咧是这个号做该，这是狗仔因为痛苦来发出的一种声音。你若是听到这种声咧，你就会当讲，迄只狗仔搁伫遐该叫啊！啊，该这个词咧，嘛会当用来形容人哦。亲像妈妈叫囡仔莫搁看电视啊，紧去写功课，囡仔就会发出该的声音。哦，这个时阵咧，阿母就会讲莫搁该啊，紧去写功课。狗仔该叫，莫搁该啊，紧去写功课。好，刷落来咧是这个号做口，这是咧食足脆的物件的时阵会发出的一种声音，亲像食饼、食苹果，拢会发出这种声音无？你咧食啥？食甲咧口叫。好，啊，刷落来咧是这个号做汁，这嘛是食物件的声。毋过这是咧剥物件的时阵会发出的声音。啊，汁咧，佫会当形容另外一个状况，就是咧无欢喜啊，也是感觉足烦的时阵会发出的一种声音，就是你食饭敢会当较细声咧，莫安尼杂叫啦。好，刷来咧是这个会当念做坑，嘛会当念做空。坑咧是形容乌多巴的声音，空。啊，空咧是足大也是足重的物件，摔落去发出足大的声音，亲像门去互风扫一个空关起来，外口有人出车祸烧弄空。一透早就一堆乌多巴伫外口空叫，实在有够吵的。空门空一下。大家惊一条。好，上尾一个咧是这个号做噗，这是咧形容心脏的声音，心脏噗噗跳。好，啊，另外一个咧是手拍手的声音，亲像噗啊声的噗，就是这个啦。噗啊声，心脏噗噗跳。好，以上就是大家咧形容声音的台语，相信大家拢会晓啊！吼，我是丽莎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我影片话咧，我会帮我试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啊，要订阅观众朋友咧嘛，会帮我试只订阅咧，配边迄个小铃铛，安尼可能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会记丽莎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，丽莎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